2018年開始拍，19年就上第一次。係，即係所以18年到而家，我嘅分別就係即係身份上唔同咗啦，即係由單身變到而家都做埋你太太啊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個感受咧，我而家睇翻咧，其實嗰陣時演呢一個角色，我覺得係啱啱好嘅，因為你都睇到阿 Yan 都係有一種啱啱入呢個世界嘅感覺，即係可能而家你要我演，可能我都未必演得翻呢一個感覺出嚟咯，係咯。咁啊，同埋我想講呢個角色，希望帶俾一個訊息大家就係、好多時咧，即係尤其是阿 Yan 啦，佢會將好多責任擺喺自己嘅身上面。我哋其實現實即係呢個社會好多人，我哋都係咁，即係可能你會覺得我係一個媽媽，我係一個女兒，我係一個朋友，我自己擺好多嘢俾自己，令到自己好攰啊，咩都為咗人哋先，但係冇諗過自己其實你開唔開心。咁所以我希望透過阿 Yan 呢個角色提醒翻你哋愛自己多啲，人哋先會愛你。希望呢個角色可以幫到大家。呢個戲係2019年第一次上映，11月之後就停咗啦。咁就係到而家經過大概8年嘅差唔多，然後先至上。咁呢8年裏邊，香港發生緊咩事，大家都知道，即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，好大嘅衝擊啦咁樣。咁就喺呢個衝擊裏邊，可能你哋同你嘅屋企人啊，同你嘅朋友啊，甚至係夫妻啊，可能都有意見不同，即係會有拗撬或者分開。咁就等於我哋呢個戲裏邊幾個細路仔見到 UFO 嘅時候，佢哋對 UFO 都有一個唔同嘅解讀。見到 UFO 嗰晚，大家就已經係嗌交分開咗。10年後諗下諗下，唔係喎，我哋應該係揾翻自己童年最好、感情最好嘅死黨一齊，再面對翻我哋現實生活啊咁樣。咁我哋拍嘅時候，其實都冇估到係會發生咁多事。咁又好奇怪，呢個戲其實可能有條命，佢就係俾你睇下先，跟住停咗，等你哋經歷過一啲嘢之後，再拎翻出嚟睇嘅時候，大家可能個感受嗰個感覺可能就已經唔同咗咯。咁我亦都好希望呢個戲真係可以令到大家重新再諗下自己成長，大家都係香港成長，我哋無論經歷過乜嘢嘅衝擊都好，始終都係一家人。揾翻自己最親愛嘅人一齊，再重新再面對緊將來。呢個係即係我好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咁樣嘅諗法。不得兩邊講啦。話情書就係我哋呢個劇本啦。其實當監製同編劇俾我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，我好大疑惑嘅，因為佢唔係寫英雄，佢唔係寫咩悍匪，佢唔係寫啲好激烈嘅一啲嘢，佢只不過寫一個普通嘅香港人，幾個普通香港人，佢哋由細到大個成長，經歷過啲乜嘢，咁完全係唔照顧到一般我哋所謂嘅商業元素。咁呢個劇本我睇到嘅時候，我會質疑嘅，喂，你係咪唔想賺錢啊？咁佢話監製講，佢話我喺香港收咗咁耐，我應該寫呢個故仔，應該為香港人寫嘅故仔。咁佢咁講，我就拍啦。咁所以呢個戲咧，其實冇一啲好特別嘅角色，全部都係我哋香港人好普遍嘅一個人物。咁你話係咪情書？我覺得係講緊大家古仔咯。咁希望你哋中意。咁第二個問題咧？係華富村。華富村係你哋有冇人去過華富村啊？或者住華富村啊？住華富村啊？去過。咁如果去過嘅話咧，如果未去過嘅話，你趕快去啦，因為呢個屋村其實好出名嘅，風景靚啦，出好多名人啦，我哋嘅以前一個律政司係嘛？黃仁龍係嘛？黃仁龍同埋呢個邱淑貞個老公啦，同埋我哋行裏邊有一個出名叫文俊啦，文俊導演啦。
數不盡嘅名人啊。咁人哋話有啲人話風水好，但係風景更加靚。咁好可惜，華寶村就係要拆啦，應該係今年年尾開始要遷出。咁咧所謂平民豪宅呢樣嘢咧，可能就已經冇㗎啦。咁你見我哋去拍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就係咁靚咯，即係就係咁風景靚咯。咁同埋個天好幫我哋啦，拍嘅時候嗰個天氣都非常之好。咁就係咯，應該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分享嘅一個記憶嚟嘅。我覺得咧呢首歌係真係幾好聽嘅，咁同埋我覺得電影嘅主題曲係要 fit 翻套電影，即係呢個係我唱主題曲嘅心態。佢同我自己，因為我係一個歌手嚟，佢同我自己嘅歌其實係好唔同。但係諗攞獎咧，我就唔敢諗啦，所以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套電影，咁多啲人睇呢套電影咧，就多啲人聽到呢首歌，咁多啲人喜歡呢套電影咧，亦都對呢一首歌會有一種唔同嘅感覺，所以係咯，我唔敢諗，但係希望可以啦。你哋覺得咧？你哋覺得會唔會有機會啊？我哋都好希望 Vienna 可以再下一城喺金像獎度攞到最佳原創歌曲。咁難得三位嚟到，不如我哋同現場觀眾影張合照好唔好啊？你哋想唔想影合照啊？